在的场景是劳动之王的一个主要场景。那这个场景的名字叫做劳动提升联盟。劳动权益提升联盟。劳动权益提升联盟，简称劳提盟。主要是因为那个过劳之岛的作者黄怡玲小姐，她自己就有一个类似劳提盟这样的办公机构办公室。那我们来取一个名字好了，所以就取名叫劳动权益提升联盟，简称劳提盟这样，做一个虚拟的一个民间的机构，它会替这些过劳的案子发生这样子。那个时候跟客家电视台在一开始要建构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就比较明确的跟他们说，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很严肃，然后大家觉得是一个宣导片的戏，所以很早的时候，连案子都还没有决定的时候，我就跟客台说，我想用偶像剧去包装它，观众用偶像剧的角度，进入这个劳提盟的世界，然后用男女主角的爱情去引领观众了解什么叫做劳基法，什么叫做过劳，什么叫工伤这样。